来看，伫个彰化市发生有水路走入去人徛家的事件。这个民众拄要通报，这个水路就冲破围篱啊，随走去。其实这几年来，伫个彰化八卦山清早会当看到水路，甚至是出现伫个车路的情形，看到是真危险。因为这交通安全甲生态的问题，伫个地方嘛引起正人的讨论。那个我们家外面有一只很大的。画面中人看到水路啊，五个边体受困，一直来回咧行，数分钟了后弄破围篱逃走。代志发生伫彰化市德中里，随之透早喊起有水路进入边体，好看到人行一条。啊，伊是为倒位卡掉的吼？我唔知呢，无物件哪啦。哦，啊，伊为遮走过安尼哦？无伊遐走入来。哦。发现水路的民众表示，透早发现水路走入行内，有铁栏杆废掉咧，固入水路好亲像行袂出去，捌徛伫车库头前咧看。啊，不过因要通报相关单位的时阵，水路就离开。其实这几年彰化八卦山区常常水路出现，第74线也出现过水路甲人车争对情形。彰化县农业处也提醒民众，水路是野生动物，千万唔通掠，也唔通行走。先通报县府这边，那通常尽量就是不要有这个驱赶惊吓的一些行为，然后避免说路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或冲撞的一些动作。为要提醒大家注意，官府公务处也伫水路顶出现的所在线，也都出现细日慢行的警告标志，提醒大家注意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